来看云林北港的朝天宫有收藏超过15000件妈祖信仰的文物，庙方嘛成立一个文物修复中心，要甲云林科技大学合作来培养修复师。头一个计划就望讲一年内会当甲朝天宫的三宝之一清朝时代的天后焦应录这本册来修复完成。 这张纸顶悬写明妈祖信仰有关的各项技术。这本《天后交映录》是清帝国乾隆32年，也就是西元1767年出版，算是台湾妈祖信仰上代表历史文书，也是云林北港朝天宫的三宝之一。现在庙方决定用1年的时间进行修复。对于仅存于世界上最多3本的书我们来做抢救，我想这个就是对我们台湾文化、对我们的妈祖文化保护的最大的作用。那比方说，我们会去做招安路的这个纤维的调查，或者是招安路的这个纸张的这个线纹跟连纹的这些纹路的组织来看，去选什么是合适。那这个其实是比较新的一些做法。 北港朝天宫香火鼎盛，每一年进行人次超过800万，保存妈祖相关的文物超过15000件。为着有更较好的保存环境，开创全国第一间庙事文物修复中心。除了要修复，嘛希望会当继续传承，培养少年辈修复师傅。因为我们的文物真的太多了哈，我们要传承给下一代，绝对要修复嘛哈，也可以在地的教导修复。 都融合在庙里面。朝天宫表示，开创这个文物修复中心了，头一批计划就是选天后交映录，还有丹玉峰大师亲手所画发挥册还有清帝国德光26年的北港镇香旗进行修复，而且嘛有甲分区内文物修复研究推广中心合作，未来4年要投100万落去做文物保存的相关施工。记者综合报道。